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老假期嘅 YouTube Channel。而家大家都經常北上玩樂消費，一去到禮拜五、小週末或者有一兩日假期，一放假就會同屋企人同朋友或者另一半北上。但係有冇諗過，成日都係深圳、羅湖、福田按摩嘅話，成日都係嗰幾間商場食嘢，又係來來去去都嗰啲，去得多都總會悶，間唔中都想試下新嘢。話如果你有時間多啲，可能一個小週末又唔介意來回車程多啲，可以試下1個鐘多啲。高鐵去到廣州去遠少少，可能同樣嘅鋪頭都有唔同嘅感受。嚟到廣州呢邊，同樣都係按摩水療會所，但係呢度嘅玩法可以同深圳有好大分別。如果深圳多功能休憩娛樂場，呢邊有更加多高端奢華享受型，無論環境、按摩項目定係美食自助餐，都係頂級嘅享受。假如你試過喺深圳嘅按摩水療會所食自助餐，你會覺得自己好似食緊監躉餐咁，着住監躉衫排隊攞嘢食，去到嘢食區發現只係2餸飯自助級數，返到張台食可能仲係搭台，你對面嗰個可能係一個麻甩佬，用咗唔夠5分鐘就食完一碟。但換一換環境，嚟到廣州呢度有幾間超頂級水療會所，淨係講自助餐已經超班，連埋環境同按摩間直超享受。今集就會講一講廣州 Top 3豪華綜合按摩水療會所，想知道邊幾間係咩位置，有咩特點同收費，想知就記得睇到最尾啦。正式開始之前都介紹一下我哋頻道佬假期 YouTube Channel， 早喺4-5年前開始已經講唔同嘅大陸按摩同埋深圳開戶口嘅資訊，一直都有唔少觀眾支持。早前有幾條片介紹過深圳水滙按摩大場推介，最適合男士商務或者一人去水療按摩會所，呢類題材都好受歡迎。今集我哋就主要講湖南長沙有咩玩，高鐵過去要幾耐，收費如何，質素如何，值唔值得特登過去，同深圳有咩分別。假設真係好想試下有冇攻略或者注意事項，想知道答案同埋詳細分析，就記得睇到最尾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嚟個廣告時間，睇緊呢個片嘅大家可能揾緊北上玩樂資訊攻略，成日去玩或者經常出征嘅你，有冇試過狀態唔好，好易放煙花？又或者需要上陣時提唔起勁，唔想有尷尬情況，或者想提升表現，記得選用力神50倍濃縮秘魯黑瑪卡。力神品牌係香港男士保健品專家，呢一款係市場濃縮度最 top 佬。小編真人實試過，只係食咗1盒，1個月未到就已經精神滿滿，瞓覺好好，好有活力慾望，做起事上嚟都特別有耐力。食夠3個月就連身體個底都打好埋，推薦俾睇到呢條片成日都需要出征嘅，你有咗佢可以幫你加強機能，表現發揮都好啲。去力神官網、HKTV Mall、JDaily Mall 等各大平台都有售嘅。第一次首先試下1盒體驗，如果覺得 OK 嘅，買3盒裝個療程，效果會再好啲。而家官網仲做緊買1送1、買3送3優惠，有興趣記得去官網睇睇，認住力神呢個名就得。正式開始今集精彩嘅內容，睇到呢度嘅，你如果真係成日去深圳去到悶，可能真係試下廣州嘅。價錢方面未必真係好平，但係玩法同埋享受都有唔同。第一間有馬空間，呢間係廣州琶洲站。如果有去開睇展覽，例如最出名嘅廣交會，喺會場對面就已經見到呢間有馬空間。位置上，如果廣州南站轉的士就半個鐘去到，交通冇咁塞車。如果廣州東站過去塞車機會就大啲，大概都係半個鐘左右到達。如果你睇小紅書就會發現呢一間有馬空間屬於廣州最豪華、最頂級，亦都係最受歡迎、人流量最多。佢最特別就係有超豪華海鮮自助餐啦，有啲似將香港 Hotel Icon 或者 JW 萬豪酒店嘅5星級自助餐搬咗去水療會所，但係大家齊齊着住水療嘅監躉衫喺用餐區嗰度自助取餐同埋食嘢。刺身、魚生壽司、長腳蟹、海鮮冷盤樣樣有，根據唔同嘅時間季節，仲有龍蝦或者大閘蟹供應，熟食都有唔同嘅牛扒、熱盤等等，完全係最頂級豪華嘅享受。睇翻團購入嚟呢度有分幾種門檻門票，如果唔使揼骨，淨係入嚟沖涼、桑拿、浸池，再加大廳休息同埋自助餐，12個鐘嘅門票一個人都要900蚊。如果24個鐘門票呢，基本上一日可以食齊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好多人淨係入嚟休息看蒸，再加自助餐躺平呢，已經覺得好爽。唔夠喉嘅話，另外再加按摩，不過就少少貴。睇翻資料就最平大概500幾，可以揀到一個 SPA 項目，貴少少1000蚊，就有雙療，唔係用按摩油，用特別嘅護膚霜幫你個身體做護理，無論環境定係用料都好。寫意，如果豪華少少，感受一下食嘢加按摩加埋近2000蚊。不過記得要揀翻日子，曾經喺展會期間問過係超多人，聽講最高峰多人到大堂，手牌都已經派晒，唔再收新客人，可想而知入邊有幾擠擁。如果中意豪華頂級呢一間，一定要收藏。第二間大浪淘沙，同樣都係廣州。如果有馬空間第1名，呢間一定係佢最接近嘅對手，唔係1就係2。好多人將呢兩間做比較，因為無論定位定係價錢定係內容都好近。位置上呢一間近天河區，如果我哋去嘅話，首先去咗廣州東站，再轉車就得。睇翻團購表，同樣都係900幾蚊入場門票，再加豪華海鮮自助晚餐，同樣都係海鮮不限時，無限量水果自由，護膚品隨便用，雪糕任食，按摩池任浸，只要俾咗門票錢，浸到甩皮，食到飽到行唔喐。
仲有大堂休息區睇電視、休息躺平唔夠喉，亦都有按摩項目加購。呢間同樣都係超熱門，高峰時候都係好多人要小心揀日子先好去。網上有人話，其實呢兩間都係同一間公司，所以嘢食方面其實都好接近，主要係環境上面嘅差別。大浪淘沙就會係專注豪華奢華風格，主要空間感；有馬空間呢就會日式高檔感覺，娛樂設施都比較多啲。呢兩間都差唔多，睇下邊個方便，兩間都要收藏。第三間水木榮華，其實如果有豪華海鮮自助餐嘅話，廣州頭兩間應該已經霸佔晒大部分客人，要數多一間嘅話都唔容易。第三個就揾到水木榮華，同樣都係廣州東站，打車過去近啲。呢間規模比起頭兩間細啲，嘢食方面都有海鮮自助，門票同埋按摩項目都冇第一間咁貴，網上熱門度都比較多。唔少人如果排行 Top 5 list 咧，會有呢一間。不過食物供應有啲飄忽，假如人多嘅話，可能應付唔嚟啊。睇翻評價衛生情況，有時都有啲飄忽唔穩定。如果怕頭兩間人多，同埋覺得少少貴，但係又想有海鮮自助餐，呢一間都可以 book 埋做後備嘅。今日就淨係掃咗有豪華海鮮自助餐嘅廣州 Top 3，如果豪華大場但係冇自助海鮮嘅話，都仲有唔少選擇。有興趣轉戰廣州嘅朋友，睇到呢個片嘅都記得收藏。中意我哋嘅影片，記得訂閱，多謝大家收睇。